后个月特别过年啊，有一寡超商业者是上阵机会推出煮便便的围炉菜色。菜市业者也希望讲，这疫情过后生意变较好挂。为福部是要数也开记者会提醒民众，那准备订这煮便便的菜色，爱会记得一收之准3加这个口诀，确保食食的安全。 下晡2点外，内湖区的黄昏市场头家当咧无闲准备摆档。后个月就要过年，市场业者讲，现代人买惯时改变，较罕伫到市场买菜。这摆过年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过年，市场业者望买气通成长。 你如果算1个月来算的话，应该没有啦。就是之前现在的人就是不会说像以前说很提早买起来啊。你啊，真贵两有加好一半，哈，都6、7年前。即嘛就要加好1成2成无，即嘛有3成真满足啊。业者讲，现代人较接到超市款年菜，甚至是买便的，生煮食的麻烦。经济部统计，2022年12月，敢若一个月餐饮业的营业额就876亿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主要是因为疫情过后，企业开始办买价，民众注文年菜等等原因。今年超市大卖场业者也看准商机，推出侪年菜组合写民众。不过是有所提醒，保存年菜爱定真。要食偌济煮偌济，紧收去冰箱放啊。拢嘛甲伊掺一寡菜啊，变其他安尼啊。收货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相关的一个标示，纸箱也都有弄湿了、弄破了，就应该联络厂商，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保存期限，好，还有我们保存的方式，在冷冻、冷藏的，其实如果事先我们需要解冻的，可以提早拿出来解冻。 食药署提醒民众一收二准3加热的口诀：第一，爱检查年菜的包装完整；第二，爱遵守印伫咧包装顶悬的储存方式；第三，每一种低温配送的年菜，按照业者的建议，拢有无共的加热方式。落尾也要尽量一摆食好了，避免佮烫过，影响品质也影响健康。记者郭文条随谢桂林台北报道。